好啦，呢度又係搏命之作。搏命之作咧就係、佢雖然有三個太陽啦，咁之後搏咗之後咧，見到佢一個弧同埋兩個木嘅，咁所以我補多兩個木咧就出兩個啦。然之後我就再 chain 多一個棉花十二咧就係、用咗一個8，再買埋一個幫手4，我都唔知有冇規矩有冇錯啊，但係只有咁樣先可以用晒一當不設找續啦。然之後咧就到下一次咧，因為呢扎我覺得都有需要嘅。呢個 discard 一張，discard 一張，跟住抽翻1、2、3、4張，4張，然之後就咪住先，有啲次序上撈亂咗。開階段1中，少抽2張加3發 choco， 唔好啦，我照嚟算啦。跟住咧就開1、2，咁樣諗諗先啦。